讨厌的，我真的觉得你可以考中医，你觉得周以新嘛？较辛苦啦。周以神啊，周医生哦。哎，你名啊，反正那周祥恩以后要做什么？哎，就平平安安就好。现在中午成菜的成菜。对，这个哎不对，是这个两面这边有荷包蛋，那一面哎两面哎不见了。歌本哦，歌本呐，歌是不是你做啦？是我做，对，在歌本里当中面有荷包蛋、有一个半熟荷包蛋。上礼拜由有唱到东道来宾来讲家到老妈妈之间感情的故事。下礼拜嘅节目继续延续上礼拜，有唱到东道做妈妈老新人的来唱歌嘅，还有来分享哦。一下大家就共下来欣赏今本日精彩嘅节目哦。哎呀，沙下嚟有個單元啊，係較溫馨嚇、較美好嘅畫面啊。冇錯，媽媽老愛強下錯，歡迎各位來賓。哎呀，又係媽媽嘛？本樣啦，哦，本樣啦，咩新人嘅媽媽啦，係啦，哦，淡薄係咩係啦，今日有請到四組來賓嚟到歡迎現場，現場課堂嘅歌嘅，課堂歌帶來分享佢嘅故事啦，好笑神奇嘅故事哈，冇錯。好來分享第一組，第一組係羅言，還有郭晨鳳帶來課堂嘅歌曲哦，實實歌哦。情歌。
亲爱中国，爱亲爱中国，爱亲爱中情国。路经过也好，留下过也好，爱亲爱中情国。爱亲爱中国，爱亲爱中国，爱亲爱中情国。路经过也好，留下过也好，爱亲爱中情国。专辑底部都会搞诶，影片里底部都会搞诶，就是黄连义老师创造出来的，就是有他的那种个人的特色味道。有没有很洗脑？喂，很好记啊。哎，这位是小海苔吗？哦，有帅哥。你是不是叫小海苔？帅哥。铁板。哦，你叫高晨峰哦。刚刚他坐在旁边的时候，他就一直这样看我，然后也没什么表情。然后他妈妈说：“你知道他吗？”好像看过。他上次有抢我的糖果，真的？那你记得我吗？你有一次请我吃糖果，不记得，不记得哦。你想说怎么可能请你吃糖果？哎，你讲一下我什么时候抢你的糖果？没有抢啊，我没有抢。他分享。那时候我那个口袋里面有一条维他命 C， 然后就跟我要。我跟你要，但我不给你。你不给我？为什么不给我？因为我不想给你。管你是谁？为什么？我比较需要啊。而且是我的，我可以决定。那你现在如果口袋里面还有一条，你会不会给我？不会，不会哦。他如果跟你妈妈买10张专辑，可以请他吃1片维他命 C 吗？可以，懂吗？哎，我们要有利益输送，对不对？对，这个小孩聪明啊，好酷啊！高晨峰哎，没有，我第一次看你妈穿那么矮的鞋。真的不是你们刚刚这唱新歌，然后又冲一条国，你们两个要那个稍微摆动一下。高晨峰就是走 style 的路线，他用一直动紧重嘞，对啊，他已经不会动了。会紧张吗？会啊。你第一次上这种电视，第一次来唱歌吗？小时候有吗？有，小时候有嘛？你带过吗？来从3个哦，从大会同。那你那个时候跟现在哪时候比较紧张？那时候吧。那时候啊，真的吗？哦，真的啊。所以你今天一点的紧张感都没有？我觉得会啊，会啊。哦，那现在再叫你音乐再放下去叫你摇，你要吗？不要。好酷哦！他会直接拒绝你。对啊，好酷。哎，他很知道自己要什么哎。对啊。我刚才远远看你有点像那个周兴哲哎。周兴哲是谁？周兴哲是一个华语歌手啦，很红的。怎么了？哎呀，我们山歌天后。哦，那是太专就客语歌的圈子。那是周杰伦。周兴哲是个帅哥，重点是，然后又很会唱歌。周兴哲现在很红哎，他是多少那个女生的？他是 Sale Hot Song 啊，那你喜欢听谁的歌？金别离专辑里的歌吗？要说你妈还给个面子，对，是。那你现在这个年纪，同学都听什么歌？都听谁的歌？流行歌。谁的？恐龙偶像吗？好像都有。都有。恐龙偶像，你知道这个人吗？知道。知道。你会看他的的短影音吗？之前会。那后来为什么不看？因为我爸不让我看 YouTube。就是有一次看到他在讲那个，结果家爸爸就跟我喊白走。你爸不让你看 YouTube， 你可以看抖音，你可以看小红书啊。对啊。那你现在讲，你爸不就知道了？我不会看。
哦，他不会看这一集哦。他爸爸那个年龄可能还不知道有抖音、小红书这个东西。知道啦，知道有问题。你还是不会分给爸爸看呐，他这一集不会让他爸看呐。原来也轻油送饭呢，也还讲你还很上瘾都要用。哎，他现在好会表达哦，现在小朋友几岁啊？高晨峰。还要想一下吗？2025年你几岁？你几年级现在？6年级。小6年级13，是不是？12岁。12岁。对。12年呐，今年12年了，他的年。他非常考究哎。那你要去那个安太岁哦。嗯，会啦。啊？安太岁这种事情是交给爸爸妈妈做，不知道，保你1年平安，好好念书，健健康康的事情，学业猛进哈。对，你跟妈妈平常感情好不好？好。你在学校会发生什么事情会跟妈妈交往？交女朋友了？没有。那没有聊到这一块，你交了吗？你现在没有。哎，小学6，这个他有想法。为什么？因为他有同学交了，我就问你有问过他，对，他说。那个以后又不会是我老婆，干嘛浪费钱、浪费时间？有什么关系？就玩玩。你这个想法很好，在这个年纪就做这个年纪的事情，你不要听阿班乱讲。对，哇，他也很会表达哎。就是很清楚哎，就是对不对？我觉得现在小孩都这样吃的后告啊，用哎，就吃宽啊用。所以你现在如果晚上睡不着的时候，还会去找妈妈，跟妈妈一起睡觉吗？我晚上都不会睡不着。对，万一我知道，万一那天比较冷啊，然后或是说你有什么事情啊，或是怎样，就是会想要跟妈妈塞奶啊、撒娇啊。对不对？会不会去找妈妈？妈妈，我要跟你睡觉。但是妈妈都睡很死。妈妈，这个话题可以换一个。这样感觉得出来，他们母子相处很好沟通哎。大家的那个想法跟要求都很明确。就是好像这个家庭大家自生自灭，有没有？就是大家各过各的都很好，没什么问题。不会啦，他很好啦。对啊。没有，他很好，他很棒。那妈妈平常工作会不会很忙？很忙。很忙哦。那照顾你的时间多吗？多。很忙啊，又很多。带着你啊。至少有时候6日会陪我。最少6日会陪你。那1到5他去陪别人。还要工作啊，上课。还要上课啊，赚钱这样。对啊，他有时候也会跟着来摄影棚啊，对不对？对，上西北就是看妈妈。上西北土地那边给拜了呀。有吗？我说他请我吃糖果是真的，好不好？真的啦。用啥感情暗后？你有没有觉得，会很担心妈妈？妈妈会不会有什么事情让你很担心？因为他有时候都不吃饭。他为什么不吃饭？他跟人家打赌，对不对？工作很慢。工作很慢。妈妈是为了要保持好身材，她不敢吃饭。所以你担心妈妈不吃饭，没有照顾好自己，饿肚子，是不是？除了这一点之外，小暖男。暖男呢？很暖啊。那除了这一点之外，你还担心妈妈怎样？减不了肥。那可不可以让妈妈一天吃饱，一天不要吃？可是他这有时候也让我蛮无厘头的，像他又说你要吃，你要正常吃，不然不健康。因为他其实都吃得很健康这样。这样看起来真的很暖哎，好棒哦，会关心妈妈的身体健康。是好，对不对？那你今天来上这个开不开心？算开心吗？你知道今天我们是母亲节特别节目吗？不知道。不知道啊。现在知道了吗？知道。那有没有话要跟妈妈说一下？对，母亲节耶。来。谢谢妈妈一直照顾我。然后呢？然后我希望我的零用钱可以增加。没有，我的零用钱都我希望妈妈可以多赚一点钱给阿嬷，阿嬷就给我多一点。没有啦，开玩笑，有没有要跟妈妈说的？就谢谢她一直照顾我，然后
要讲然后会花时间陪我，就至少6日会陪我这样子。至少他就心寒意志。那你会不会1到5你去上班，6日有陪我就好了。那你会希望妈妈每天都陪在你身边吗？当然会啊。当然会。你最希望的就是这样的。都可以。他希望，但是他也知道妈妈平常要工作嘛，对不对？他希望我早点学生，他希望我早点退休啦。对。你应该是最希望，就是说每一次下课回来进门啊，就是妈妈帮你开门这样子。都可以，都可以，阿妈开也没关系，只要能进门就好了。对。但是。打开门是别的阿姨这样，但是重点，我相信妈妈一定希望你健康平安的长大，对不对？朝这方面去好好的做，让妈妈就可以早点退休了，她不用那么担心，对不对？哈，那平常在家里说都是阿嬷照顾你，阿婆照顾你哦，阿嬷照顾你哦，那会不会很难得吃到妈妈做的菜？英老师会做菜吗？会啊，我一腔有是高呢。因为我讲用佢係家庭主婦嘛，所以佢動手賣我背，所以佢做得煮就會盡量煮啊。咁我愛動手，所以係講就療嘢嘅時陣為主。佢就越扮愛佢講佢當時係先愛煮嘅盤，佢結果愛就講好啊，愛講那愛2禮拜煮半日食，結果。還係東南西就懶得煮啦，懶得煮係，然後後來結果轉移嘅時間，佢家婆問佢，家婆咪當厲害，佢就講禮拜媽媽煮嘅菜哪項最好食？然後佢咩個滿講有愛按好什麼？唔係，佢咩滿講有煮麼？係佢咩滿有煮麼？佢係滿哪項菜係最好食？那他就想了，他說火鍋。媽媽這禮拜還沒有套招好嘞，說溜嘴了。對，然後他就說沒有火鍋沒有什麼技術。對，就那個阿媽就問說，所以你們這個禮拜媽媽煮火鍋，對，那也是有煮啊，對不對？對，也是有那個。這樣算嗎？算了，不要媽媽煮了以後，然後以後就沒有再。以後我都要吃火鍋。好了，謝謝大家，欣賞高晨峰，謝謝。晨峰哈，謝謝。希望下次還有機會來唱歌給大家聽哈。可以哈，好，加油，沒問題哈。好的，謝謝安子生。好，再給先等一下。這次英英老師的專輯唱片《一後堂》哦，哎呀，黃連義老師幫他特別都給發行5張嘢嘞哦，大家多支持哦，多支持。好啦，來沙落，沙落喺仲頂面還有仲春嬌帶來後堂嘅歌曲，仲春嬌啊。我嘅朦朧風，風就係風。先一題講法，一期先同講法。乃先同意講法。哇！你主動出擊是這個。係啊。哎呦，你第一次你跟他講什麼話，你還記得？第一次啊。對啊。我就是跟他講說，先生你唱歌很好聽呢。那這樣子的話，我們可以去切磋一下。切磋歌藝嘛，姐姐。切磋歌藝，不要想歪了。那麼直接，切磋歌藝。
就是空，无影拢破，空空无。弄弄公啊，弄啊弄弄破，两路弄弄弄弄结公婆，公婆有缘已成果，从头到就从你过，子孙满堂全家和乐，弄弄弄弄一太乐。是要弄弄弄弄，无见弄弄讲，空空就是空，无见弄弄破，空空无。恩爱讲讨来也做伴，老古人言爱相识。也是要弄弄弄弄，无见弄弄讲，空空就是空，无见弄弄破，空空无。你矮啊！哎呦，你跳歌董事他给梁伟来冲哎，真的，非常适合，非常适合。感情很好嘞。嘿咩？嘿，梁伟都还不会冲诶。哎呀，梁伟是装片哦，唔但是出去装哦，出地下装哦。地下装，春亮装，亲情的专辑还要亮啥腔哈？嘿，没讲了，发行专辑嘞，不离不弃。哎呀，称不离头，头不离称啊。哎呀，真暗用哈，夫妻同心啊。对啊，梁伟迄哎呀，用蛮音色，用蛮音色，还没电视节目音色嘞。音色喺20年前咧，20年前，哦，嗰種時節目係蠻鬼死。嗰陣時我記得喺度醒目，醒目嗰邊有一場客家歌嘅比賽，歌唱比賽，對。嗰陣時啊，佢參加記得冇一上嚟唱歌嘅，用誒，就心情比較低落，心情就冇上嚟唱，不過。有一個曾老師哈，新埔鄉有一個曾老師，他是好像我爸爸一樣，他也很疼我。對，他說啊，鄧明啊，好久沒有聽到你唱歌了，好想聽你的聲音，可以來唱歌給老師聽嗎？哦，對，比如講，要等我有一場比賽，來老人報名，來唱歌幫我彈。哎呀，曾老師好像我的長輩一樣哈，他這樣講的，我就好了，老師我過去，對，所以就去了以後就讀到記，對，就讀到記有人生的體操比賽。哎呦，其實讀到有比賽。對，那一場是我第一次比。哎呦，體排比賽啊，當緊張的時間。係啊，啊個有個唱客家歌，還有客家講白臉燈。哦，你好多年。我是客家人啊，可是好少講啦，好少講嗬，講好冇很準啊，係啊，啊朋友啲講我好唱歌，啊就講我報名啦，啊報名啊想講，我冇一直嚟唱，係啊，啊朋友佢咪要報，啊結果佢冇去啊，我是去唱，我自己去唱啊，啊唱啊，是這樣啊是，看到你啊推當你啊計，先生唱歌。咁好聽咧，又寫到我，有鍾情啊！我又會嘅
上映写到嘞。先一提讲法，要给先屯讲法。我先同意讲法。哇！你主动出击是这个。嘿呀嘿呀。哎呦，哎呦，自己我现在那个年代。隔层纱呀，女追男。你第一次你跟他讲什么话，你还记得吗？第一次啊，我就是跟他讲说，先生你唱歌很好听呢，哇，那这样子的话，我们可以去切磋一下，切磋歌艺嘛，姐姐，对，切磋歌艺，不要想歪了，那么直接哦，搓歌艺，那他搞不好你说切磋一下，他听者有意。我们很正派的，我们正派。对，正派啊，都好哈，该榕树下刚好有在放卡拉 OK， 然后想说啊，反正还没有比完，我们2个已经比完了，反正名次不大重要，就去榕树下，然后我就去榕树下那边切磋，就唱了20几首歌。啊，基本因此就当做就是去唱 KTV 搞朋友就抽了，而且我们从来没有唱过歌啊，哎呦，而且都是唱台语歌，哎呦，对唱，对，发现彼此知音难觅，对不对？对，找到知音也奇怪，好像还蛮合的呢，哈。哎呦，那所以就是有因此嘞，曾老师。他算是最主要的牵线人，然后让你去那边比赛，还有我的朋友，对，帮我牵线，眼分对，真的嘞。因为本来我想说，我都不大想要唱啦，对呀，因为那时候因为。前面的缘故哈，那时候心情还是很低落的，所以没有说很那样的，所以朋友才劝我说：“哎，没关系啦，你就去唱歌，反正唱好玩就好了。”对啊，这个缘分真的是就这样，缘分把他们牵在一起，就戳进去，你们命运的红线就牵在一起。对啊，真的好棒哦。哎呦，就穷哈嘞，就喊穷哈嘞，后来就结婚嘞，就马上就结婚吗？没有，我们你是一个月当结婚？半年多，半年要考验一下。度过7年之痒再说。黑蒙7年磨合也是结张人结婚。毕竟我们是第2春了，所以不能太那个。对，第2春。对，用是那某太太，也太太样办。太太就个性哈。个性有点磨合，就很是离婚，但都会3年，你呢？你可以用。我是那个前夫已经走了，离开了，对。你用啥度后命运的相逢哦，有夹强哈周盘安用，对啊，做前迄其实大片啊，经常来创过的啦，佮有一摆吼，佮服务员讲。还是蛮人呢，这嘛都是我主动打电话给你。对呀，我那怎么办呢？他说你不会邀我嘛？我说这样子。阿娇姐也是很厉害的，对，蛮主动的。对啊，永庆后啊。对啊，我这对啊，有嫁过人的都就是比较。我们不要浪费时间了，快就来，我要讲啊。了解比较需求。也没有人规定说一定是男生追女生啊，对啊，永庆后啊，对啊，我觉得喜欢就要说出来啊，真的，对不对？说出来，讲嘛个对嘛。还有人有过金嘛？有啊，用张有办法结婚啊，无就同我朋友。当初我们加本演磨合了8年了，对啊，切磋了8年，对，因为也是考量到说经济的问题啦，然后那时候要分房租哟。那时候经济状况好吗？对，那时候状况，我们2个人的状况都没有很好。那时候没有。对，然后又有孩子还要养啊。个人都有个人的孩子。对，我有4个啊，他有3个。哇，你们结合起来7个呢？对啊。就穷他按用，后来结婚就一起养育这样子。没有。你们自己后来啊？自己后来有没有再生一个？没有，没有啦，已经这么多了还生。为什么经济上面有一些问题？你用还不如因为穷下会结婚，上我连成离啊呢？就像讲两个吼穷下，又合不来啦，或者像讲两啥穷下赚钱，看会存开强嘛。其利断金。对，这样是。没有去
受扣投资一点点，对，有去投资，投资一些，然后刚好运气也不错，哎呦，就有一点回收回来。难怪他上一次来比赛的时候，整个牙齿都哇。佢人英雄就要讲佢花费100万的涨价牙，真的是穷人命的样诶，160万，160万，牙齿跟他的名字一样灯明白。哎呀，我们这里都可以少打一盏灯了，亮晶晶。对啊，160万哦。对，本来是180的，然后他说我介绍他去的，所以省了20万。对，哇，还是很贵啊。对啊，贵拍牙齿。因为我也是在他那边做的，所以你我也有那样的做假牙，可是我是做6只而已啦，我没有全口。跟你做嘛个投资做穿很多钱？土地了。这边青埔那边哈，刚好。土地忽然间涨，对，你刚好本来只有土地你给他呀，哎呦，有朋友走嘛，这边刚好，那时候买的时候很便宜，没多久。那时候对，说要。但是那时候人家的经济状况没某一户，因为有存一些，刚好就想把那个去，就把它压到那边去，压到那里，对，就压对。没想到他现在涨得起来，投资眼光精准。青埔现在一坪要70-80万，对，真的很贵。哦，难怪可以160万，然后后来你看他前面出各种转型，对吧？出一种转型，你一般哈。像我们客家界的出一张可能在100万以内，差不多。他们是300万，你们花了300万，300万，对，真的要改。现在第2张专辑也是花了300万，下次找我3折啦。对啊，对啊。你不要挡人家财路啊，人家有专门在做这种的，对不对？对啊，因为第2张专辑是那个江哥做的啊，江志峰老师，哇，这个天王制作人。对嘛？对，等级不一样。心破阮向前行，请你会记着阮的名。有人出世就好命，有人用心在打拼。太久没唱歌了，对啊，狗子。我们唱这以后啊，我们只是想要在哪段落接入，对，难怪是我们老师的兄弟。对，江志峰老师真的对我很好。原来那时候我加入这个豪记唱片公司的时候，他真的很用心的帮我制作了好几张专辑，《男人的汗》，《阿公爱丽》，对，真的好多张，大概快10张哦，真的很用心哦，真的，而且他不藏私哦。对，就像他帮那个翁立友制作这么多张专辑，他也不藏私啊，他真的是呕心沥血的在帮你设计，帮你想。对，对，我们这个专辑他也是非常的细心，然后到我们家去，然后跟我们聊天，然后听我们唱歌，然后。就聊一些我们针对你们的特色，对，针对我们的特色，然后就是制作，就是我们属于我们的专辑。所以你们这一首主打歌叫什么？我们有这张专辑的主打歌，那么全心爱你，全心爱你，台语歌，台语歌。对，我们这6首歌都是那个台语歌，就全部江志峰老师，全部都是江志峰老师写的。今天有准备吗？今天我们。要来清唱一下，哎呀，对唱的歌嘛，对唱的有2首，全心爱你，来唱一百，主打歌从一行。我们来打第2首主打，因为第2首最近比较红一点。哦，是这样。序言这首呢，最近在 YouTube 已经到了12万了。哇，12万了。对，已经有人点阅12万，比我那个芭蕾还高哎。芭蕾打歌打成这样都喊毛油，真正给你芭蕾，12万啊！对，哎呦，也没有做什么宣传，有啦，我们序言有在那个戏说台湾打片尾曲，哦，有送片迷 Q， 难怪。
然后全心爱你是在那个愿望3立愿望打片尾曲。我看你看做房地产多好啊！不能就黑啊，地产大亨啊，真的难怪有想要投资客家歌手吗？我也是不错哎。你可以把钱投资在他那里，是哈，对啊，对，然后他赚的再分给你们，对，就当他的经纪人这样。哇，太棒了！哎，我经纪人走了吧？马上谈新约。对，冲一下，冲一些团那种的，嘿，我正批来了，嘿，唔怕。老婆准备好了吗？冲到去啊，欣赏不停。老婆准备好了吗？他很尊重老婆哎。好嘞。天色已经暗，又来到。还是要打歌呢，还是要打。我唱别人的歌，我不记得。天色已经暗，又来到熟悉的迄条街巷。路顶游玩石老汤，身边煞欠你一人。游玩也是会不甘，才定伫这等。我有一个上水的梦，不望你将我来看。对面徛的人，敢是你？感谢你，无将我的手来绑。虽然这不是也失去过梦，但是我相信你是对的人，为咱来相爱，也为我等。天王制作人下次来国外真的就不一样哎。给你用啥还没开今后呢？对呀，他们都会互相对望这样，就算是临时被 Q， 系冇？那相信诶，等明泰国非常尊敬他的自由。而且你看那个时候，他是一定是带财的那种老婆啊，帮夫运的啊，对不对？你看你认识他以后，然后就投资那个，你看。对啊，牙齿整白都换。对，我是我们家的为了他少20万呢。金鸡母，对，金母哎，难怪那么会生4个。对啊，有什么话跟金鸡母讲一下？这么多年来哈，应该是比如在不好的时刻，对，然后就碰到他，狗狗呆呆的时间都有底下批判。不好的时刻碰到对的人，然后这么多年相处，一定有很多话想听。好，老婆，谢谢你哈。嘿。不客气，也谢谢你，很体贴，照顾我，谢谢。每年在家里都讲了很多我爱你哈，但是董少头电视台前面哈讲样的按肉麻的话哈，分太几个糖哈，不过我还是要讲，老婆，I love you。kiss，谢谢你，谢谢。kiss。哇，这是200万的 kiss， 是吧？一个180，一个20的，一个160，一个本来。哇！谢谢，青台风，谢谢你们给我这个机会。没，真的太棒了。就会供出来啊，对啊，梁碧是真的懂会冲啦，他可真的我想要躺家国诶，去音乐平台，串流当红都 YouTube 都有了，对啊，好，希望这个点阅可以越来越高，越来越多。对，好的。不过巴蕊只是第一步而已。对。但不要再点的会比巴蕊还高。恭喜啦，恭喜！什么？安之 C， 牛逼，安之 C， 好的，可以做休息，安之 C。哇，真的太棒了，太棒了！哎呀，好羡慕哦！真的哈，你要娶到一个好老婆，对，帮夫运的老婆，你看你就翻身了。嘿，真的。你也是有帮夫运的老婆啊？超帮夫的吧？真的。这个长期什么意思？罗少，老婆，我要跟你说，你真的不要跟着我。好啦，沙雷来文主主意型，还有主上人带来好听的歌曲哦。好来，躺啦。
帮忙，什么咪，什么咪，大家好，大家好，长来了，长来了，做乜嘅，做乜嘅，起埋菜，起埋菜，一些神，一些事，水木嘞，水木嘞。也係客家人，上愛學客家，唔過唔過，嗌爸講去了，嗌你講事業，食飽嘛，食飽嘛，愛用飯嘅，嗌爸講去了，嗌你講事業，大家好，大家好，愛用飯嘅，愛認真學客家。平常时都会按钮吗？啊，真的哈，深眼从胎了哈，独立的个体，独立个体哈哈，很摸耶，妈妈家家宽豆啊，大家都很熟了，对不对？对对，哎，应该摸一个牙上乱过的，嘿呀，比较没遐过的，有好彩有，对呀，好彩有，好彩无冲到，黑嘛，冲老公啊，冲阿爸，黑嘛哈，那想必接下来爆妈妈的料哦，多爆一点，多爆一点，来，多爆一点。阿梅姐嘞，你们感情很好啊，从小就跟妈妈你要按这样待着，就感觉哎呀深眼，他就像大小孩一样。嘿呀，干妈有些就是小大姐啦，小大姐给我们感觉很幼稚了。我说你很幼稚哦，多幼稚来说一下。对。他有一次就是他真的很穷，我们去山上采橘子，然后他又坐在公公的那个铁牛车上面。狗对，公公哦。对，阿姨冲啦，对，冲公啦，铁牛茶呀，铁牛茶。他就要坐在那个铁牛车上面，然后我们要上山，就一吹油门，然后他就整个往后翻，一拳跌倒。真的，你看我的伤口。旧伤口，就很像那个样片，你不会读那个熊猫是不是？一滚就停不下来，真的，因为毕竟我们长得比较圆的，就是停不下来，没有角度可以让它停下来。对牛啊，没注意呢。嘿啊，就你
周姐这样就苦点呐，我想说，我搬好了，结果真的一翻呢，我也摔吓到，油门，他就整个往后摔，然后旁边人就吓到说啊，你有没有怎样？然后他就说幸好没事，然后我就觉得很好笑，只是也蛮心疼的。你也会心疼吗？然后他回来还一直说，我这个伤口好痛，怎么都不秀我。那你们怎么处理？就一直笑，一直笑他。他那时候跟我讲说，我其实想过去拉你，但是我又怕我拉不起。大家都有看到事发现场。对啊。这对你妈来说小 case 吧？那知道你就会两种会发生两种事情。应该不止这样子哦，我觉得还有什么？还有弟弟有吗？弟弟有吗？周祥恩。就爸爸在抱姐姐的时候，就会说志勤过来抱一下，然后就说很温柔这样子。然后妈妈就会使眼色说爸。就叫他过去抱，然后那个爸就说好了，就把我推开。就对前世情人比较真宠啊，然后这样抱抱然后妈就会这样子抱住，然后一直进去抱住，然后整个脸都是口水。就是弥补心态，对，因为他真的，我老公真的是来我就是使眼色，换儿子了，安内，我就来周深。好了，就这样啊！我怎么会不疼他一点？那你会不会偏心？其实还好啊，看他的心情。妈妈对你们很公平，要看心情，真的哈。那你们觉得妈妈有偏心吗？就谁一开始先对他比较好？就假如说，可能我上一秒帮他捏完、按摩完，然后下一秒我和他吵架，然后我们两个都如果骂得很难听的话，我帮他捏嘛，他就会骂周祥恩说。周翔，你讲话要注意一下你的用词。其实他妈妈也是有当妈妈的时候。他有讲一个重点，就是他其实很会按摩。像我在家里平常会跟小朋友就是分享一些事情，因为他们都会回家跟我分享学校的事。那我就会也跟他们分享我工作上遇到的。有时候我就是在一天当中，我可以把2天或3天的工作做完。对，然后我就想说因为我工作效率那么好，是不？你不要看我这样，我没有看你怎么样，我看你就是这样的人。重点是我想要明天休假，我就今天毛起来干这样子，对，就好做完了，回家就开始，哎呦，我哪里好酸哦，我哪里好痛，然后怡心就会很贴心，就真的过来帮我按摩。你懂厉害呢，我真的觉得你可以考中医，因为他每个点都知道我哪里痛哪里痛，真的，对，他有这个天赋啊，力气蛮大的，哎呦，对。下次等下可以帮我按按。现在我是大吉娜，你知道，你妈是小吉娜，现在物理治疗。一村钱没一村钱啊，是一门活。伊个名嘛，伊就会周以心嘛，较辛苦啦。周以神啊，周以神哦。哎，名了，那周祥恩以后要做什么？就平平安安就好了。平平安安。你看这样知道我的偏心哦。那知道你的妈妈这里，她妈妈真的很可爱啦。对。平常妈妈会跟你们像朋友一样相处，对不对？会，就是。感觉好像你们对妈妈发脾气比较容易，妈妈会对你们生气吗？会啦，也会拿出她妈妈的威严来。我记得最近是比较没有啦，就是有一次大概他中年级吧，对，就是在那个学校，对，老师突然传一张小朋友受伤的照片给我，有，对，就是他，哇。他欺负小朋友，我整个吓到了。对，然后他就回来跟我讲，就意思是说那个男生小朋友，就是拿着竹子去追他。然后他那天很生气啊，说你意思是说，反正追过去啦，还打赢了。他把竹子抢过来，就是打赢了。平常我是说尽量不要使用暴力，对，因为暴力不能解决事情嘛。不过他真的气不过，就追回去打。我说你看看打赢了得到什么？人家受伤了，你还是要医药费啊，嘛，该以为嘛会好。对方家长有来找你们吗？当天没讲，那天没有。对，当天没有。就老师传给我，我有说排 C 啦，想说我要不要打个电话跟家长讲一下？我就说不用，我解决好了。OK，好，感谢老师说解决好了。对，然后隔一天的话就是一样，同一个同学。以后以为给他谁来啊？对他们2个死对头，这样会看到吗？你很可爱，还是你就现在是好朋友了？真的，他故意用那个方式去小男生都会这样啊，然后隔天对，隔天就是一样是那个同学的问题不是发生问题，就是他在已经拿那个餐板。隔板，用餐的隔板去敲人家的脖子呢。那你真的要念物理治疗
以后弄完直接帮人家瞧好。然后一样回来就是跟我分享，他在我耳边超级大声唱歌，然后还一直喷口水，超恶心。哦，哎，弟弟这样不行啊，女生不会喜欢这一种。对方有受伤吗？不过就是因为对方一样，就是老师有传兄弟，对，然后他的长辈就是有点生气，就说：“哎，昨天就算了，连着2天，对，今天又这样啊！”我就是礼拜3的下午，他就休息嘛。哇，我就是从上班我冲回去，一顿骂哦，真的一顿骂。骂完之后，我没办法，我只能把你抓去人家家里跟他道歉。哦，就是登门道歉赔礼这样。哎，这真的啦，太气了，怎么可以打人呢？这样也危险哦，公司才发。那对方家庭没有什么付出法律行动哎吗？不行，你女儿一定要嫁给他，嫁给我儿子。哎，某鸟给董事长还去相公，因为我有听到那个这可以讲吗？他应该不会看，好不管，就是那个他的姨婆啊，因为有常去学校，对，就是会听到跟老师那边叫嚣还是什么，我想说完了，我要怎么去？我也是要面对。他跟我说他已经做好，他会拿东西出来。对我准备好心理准备，我想说，反正首先就是保护我小孩嘛，我就看他旁边有没有什么凶器呀，我也要准备拿着。对，好在后来聊一聊。就他说，哎，有空来我家做。哦，那说懂邻里。对啦，对，你也很会圆饰嘛。就后里嘎仔。哎，我跟你讲啊，你现在你们2个是那种好像欢喜冤家一样，搞不好到时候真的会在一起。长大以后很难讲，亲男公很难讲哦，东南公哦。哎呀，他不是我喜欢的那一型。你喜欢的型已经很明确了，是不是？小时候，那你喜欢哪一型？其实我也不知道。给妹啊，芒迪啊，像那种高层风那种，他摇头，他不是他的菜，好可爱哦。给同等你，他喜好很明确。对啊，董立辉的妈妈教的很好，很可爱啊。对啊。那周祥恩呢？有被妈妈骂吗？会吗？还好哈。那可见姐姐比较叛逆。我很乖，你很乖啊，他比较乖，就是比较乖啊。他应该是从家里比较没有人理的那一种。我会对妈妈态度不好，他比较会看脸色啦，就他会自己独立一点的小孩。哦，真的哈。就有时候我会对妈妈态度比较不好，他就会骂我，然后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会牵扯到爸爸，然后我们3个就在那边吵，然后周显然就是偷偷跟我说，他都是旁观者视角，他就在旁边这样看。哦，作弊上官，然后都会事后会跟我讲说，妈妈为什么姐姐要这样对你？我说对呀，你们是好姐弟，你去好好跟她聊聊，对，就可以对我温柔一点。他是家里的桥梁。对呀，他也是每个兄弟，虽然也很是贴心啦，就是帮我按摩，对，互相啦，像朋友。对，还好女儿聪明。对，今天是妈妈节呢，对不对？你们2个有什么话要跟？妈妈又是一个好像大小孩一样，虽然有时候很凶，像你们大姐。对啊，有没有什么话要跟妈妈讲的？来，姐姐先来。有时候爸爸来教我数学，然后就是我可能比较数学不太好，可能遗传到妈妈嘛。然后谁数学会好的？太奇怪了吧？然后我爸爸就教我教到生气哦，然后就会开始骂我，然后我妈妈就会跟我说，就加油。然后就是继续算没关系啊，不要放弃。然后我就觉得蛮温暖的。然后我想跟妈妈说，很谢谢当你的女儿，我很开心。我也爱你。对啊。哎呀，这还不错。哎呀，而且真的你有妈妈的基因，你真的长得算漂亮呢，比妈妈就有点。妈妈其实也青出于蓝呢。哎呀，她其实像爸爸啦，就是像他们的复制贴上按钮。哦，那就是结合连。好，来，周家的桥梁。来跟妈妈说一下，来。想要谢谢妈妈，就是有时候在学校遇到问题的时候，都会帮忙我解决问题，和教我如何面对问题。然后妈妈很万能，她是个很为人，温暖，温暖万能，万能，哇，像超人。哇哦，妈妈总会陪我一起做功课，有时候啦，然后有时候也会陪我一起玩。然后谢谢妈妈，我爱你，妈妈，哇，3个抱在一起，很可爱耶。这2个孩子就是有爱的家庭，
对不对？对啊，从这感觉有个感情，个同温暖的家庭，同幸福的家庭。谢谢你们，继续保持哦，对对对，也谢谢你们来参加啊，谢谢啊，谢谢，好，谢谢，母亲节快乐，母亲节快乐，就算那生你的同胎你的吼，那种互相感谢的心情还是要有，对不对？对对，一副卡印啊，没理所当然的。第一卡可能会较排泄讲，哎呀啊，但是都家人也在舞台啊，互相。他们感觉是家里常会表达，就会被他出来讲，哎，谢谢你帮忙我那样子。他敢讲哦，啊，永清后吼，不会觉得说像那个总在面前上，我会觉得肉麻。哎，你有没加过？你那个男的有200几？哎，好的，杀好了这一对我就不知道了。哎，应该没黑哦。法神同赖皮尼带来后堂的歌曲。好的，弹过啦。在你跳下台上歌。他那时候很草率的就跟我求婚了。草率？就是我起床的时候，我们有一个那个白板在房间，他就直接在上面写，对，他说你要嫁给我嘛。然后我想，好像也只能嫁。他是 Q 自己提醒今天做这件事情。爱你。用速不给不变，云给鸦片。夜风吹得绵永。不用太一眼，太会天灯沙滩，发面胸脸，调为天灯沟通，眼里刺眼。一分一才爱生痛，让事情变简单。一分一才爱给生痛。共下快樂用數太刺眼，面的小愛混流馬路，風的小你杜面風風，調的吉皮在天當轟動蜜蜂。嘟嘟嘟嘟嘟，嘟嘟嘟嘟嘟，很想要美麗的花季。嘟嘟嘟嘟嘟，嘟嘟嘟嘟嘟，在你跳下。台上公爱你，用速不给不变，云给鸦片。夜风吹得绵永，不用太一眼。天灯沙滩，发面胸脸，调为天灯沟通，眼里刺眼。一分一才爱生痛，让事情变简单。一分一才爱给生痛，共下快樂用數太刺眼，雲嘅小愛混流馬路。風也笑你杜面風風，調為吉皮在天當轟動蜜蜂。嘟嘟嘟嘟嘟，嘟嘟嘟嘟嘟，很想要美麗的夏季。嘟嘟嘟嘟嘟，嘟嘟嘟嘟嘟，愛只想留你行下去。嘟嘟嘟嘟，嘟嘟嘟嘟嘟。數天的數字臭屁，嘟嘟嘟嘟嘟，嘟嘟嘟嘟嘟，參與跳下台上公愛你，愛你。今天好，今天好。Happy 小姐的马莎。係啊，交朋友。
哦，新嘅朋友啊，新嘅朋友，新嘅朋友啊，新年的妈妈，新年妈妈哦，根本懂讲呢，你家长有大潘啊，我根本一懂讲，他平常时很素，哦，很素，他平常很素，多素，根本有大潘，跟我们吃的素一样那么素的，差不多，差不多，就看起来很像师姐那一种感觉，差不多，差不多，他平常就是那个平安贤妻良母那种感觉，对对对，今天有那种校园情侣的感觉，有，对啊。哎呦，我是看着他们成长的，真的哦。对呀，哎，他们给了比赛时间，那时候还是女朋友的，就甜甜的那样，还没结婚的时候，还没结婚呢，好。哎，他们两个是交不离梦，梦不离交。哦，真的。大宽诺就会家庭礼盒，以前可能是那个男女朋友，现在都是家庭礼盒。对，现在几个小孩，几个一头长，一个男生，一个女生。哎呦，一个好字，那多好啊！还要想要再生吗？冇咧，用个嘟嘟好，差不多。对啊，平常怎么你们那从开始交往到结婚，怎么可以一直维系这么好的感情？一多年，差不多9年的时间。9年吗？哦，可是我们交往有20年了。对，因为我们在大一的时候就交往了。对，大学1年到现在。大学是20年前的事情，这样不会腻哦。可以偷吃啊！老师，你听懂我啥要看点节目嘞？够笑啦！20年，哇，那冇简单呢，冇简单呢，真简单。20年的时间，一路走来始终如一，哎。对呀，到现在，然后还能够结成连理，结发一辈子。对啊，结发一辈子我是不知道了哈。姿色都俩，目前关于20几年，表面上看起来很棒啊。对啊，可以了，很厉害的。没有，因为平常的时间，我们比较。很像朋友一样啦，就一直都很像朋友一样，所以什么话都可以跟彼此说，所以我们想说，这样很少，我觉得我们现在好像很多人都很少可以跟夫妻这样聊得这么开的，对，没有秘密吗？没有秘密，没有秘密，对啊，他有秘密也不能在这里告诉你，哦，你要不要等赖小姐不在的时候再分享？对，就是都会分享，知道对，哦，而且太细思。除太讲你自家嘅生意那个事情，平常时生活底波度发生的事情，也可以聊，就像朋友那样。因为华生给出头以后，给就我觉得就蛮顺利的。以前本来是老师嘛，数学、国文、欣赏、国文、欣赏、国文、欣赏。对，好呀，那现在还有在教书吗？还有吗？没有嘞，好高嘞，我现在已经红到那个国有版就搞清楚了，现在不用再教书了呀，教书。他的演唱会都收到嘞，对呀，买不到票的嘞。对呀，那他现在歌迷那么多，那你会担心吗？你会担心吗？不会担心吗？都认识比较大年纪的姐姐们，他是师奶杀手呢。是的，因为是师奶，所以还好。他心理建设啦。我也给发给可能当一都大班都按讲出，真的呀，他就会掉以轻心。对。那他有没有什么是有时候偷出去，然后找不到人的时候，电话关机之类的？有吗？有，之前比较没有安全感，就是会一直想要知道他在哪里，或者是担心他。有时候他比较不好意思拒绝别人，就是他的个性，对他就是可能会人家一直聊，他就继续这样，但又不好意思脱身，我就会假装打电话，他就有事，我老婆找我，对，不好意思，然后转了。但有一次都联络不到，我就很紧张。哎呦，对，为什么？就是他可能是故意。你去哪里？你说你去哪里？你们不是没有秘密吗？你不是没有秘密吗？故意把手机放门口，这个没有收信的放那里。没啦，那个因为。你知道那个要跟人家那个交际一下，因为我们歌唱班也常常需要现身啊，所以常常就是交际应酬，所以有时候到很晚呐。那一天刚好那个地方就没有收讯，因为有时候要陪唱陪聊的时候都要去包厢里面啊。哦，糖豆啦，包厢。你们交际应酬也会去酒店就对了。没有啦，像卡拉 OK 之类的，对啊，歌友会啊，那种地方都要去一下，做一下。有陪侍吗？没有学员算吗？给他好傻妹啦。对啊，时间都做不完了，找不到那个可以做的。算是你一个小型歌友会。对啦，类似。就某堂弄也不用大天。对，然后好像我那时候已经结束到已经快要1点了吧。他平常都几点回来？
他平常9点多下课就会先回来，我先回来，我都固定2点一线这样，几乎都是很准时会回到家。所以那一天是到11点多还没有回来，都还没有下文，然后也没有消息，对，都没有联络这样，然后一直到1点，对，难怪有没担心他意外或者担心意外，对，就是跟同学发生意外，嘿啊，其实就是跟同学发生意外。你是说发生了感情吗？这种意外，很多事情真的是意外啊。对，有时候酒喝下去，哇，对，黄汤下肚以后，那真的很难说啊。对，以后这种状况不要再有啦，不然老婆等门辛苦，嘿不嘿？对啊，你用啥感情又暗后？懂我，讲我演生也冇简单，如果有生意出生意哦，一定会有一些柴米油盐酱醋茶的生活啊，对呀。你们双方有没有互相做过最感动的事情？有吗？感动的事情。有没有觉得？之前他那时候很草率的就跟我求婚了。草率？就是我起床的时候，我们有一个那个白板在床那个房间，他就直接在上面写，对，他说你要嫁给我吗？然后我想好像也只能嫁。他是 Q 自己提醒今天做这件事情，很像行事历一样。然后我想说这样很不浪漫呢，要有一个求婚的仪式，仪式感很重要哎，不然你会被说嘴一辈子。对，然后我就一直跟他吵说，我也要有求婚，这样很浪漫的感觉。然后他有一次我们回中原大学母校，因为我们是同班同学，然后他就在班队哦，对，然后他就在那个上课的系所那边，就是拿戒指，然后单膝下跪，我就很感动。哇，那旁边有同学有在吗？有一些没有，但就是人来人往，看你们两个这样。对，那也只能答应了，不然好尴尬。那还好有弥补了，有弥补。哦，那他有没有让老婆做的感动事情？我最感动的事情是，应该说我刚当兵完之后，那几年时间，因为都在学校教书，还有在补习班奔跑。可是呢，就是我最大的兴趣还是唱歌啦。所以呢，那时候刚好啊，就有人要找我去教课。可教课的时候，就会跟你现在时间有点冲突，就要放弃晚上的一些补习班赚钱的机会，这样子。就是选择啦。对。那时候我又是一个不喜欢变动的人，我喜欢就是做固定的事情。然后他就跟我讲说，没关系啦，你就去吧，反正呢还有我一份薪水可以撑着你这样子。他支持你去学梦。对，就是那时候虽然我只有那一个班。那时候那个班早上的话就是那个学校上课嘛，那可是钱就没有那么多啊。可那时候听起来就觉得很感动啊。是，就是因为那一句话。哇，我才有现在的华生，才有现在的华生，都要搬天王的地方。基本一两难得的机会，有什么话要跟？老婆陪你20年了，问医生年了，有乜个？你孩子的妈，今天是母亲节啊，梅姐。对啊，对啊，我们交往20年，然后其实我是一个非常理智的一个人啊，可是呢，我真的很谢谢你，就是在这20年的地方啊，一直常常在背后支持我啊。然后其实我很多时候在外场表演或者什么的，他都会当一个类似一个小粉丝或者小助理这样子，然后就是无声的在旁边默默的支持。他帮你拍下很多帅照哎。对，然后就是给你很多的肯定啊，因为当然我觉得我这人就是。其实我很害羞啦，所以其实我在台上需要一个肯定的眼光，所以呢，他会给我那个第一个肯定的眼光，我就觉得那个场子，我就觉得可以做得很好。他就是你的定海神针。对，所以其实那样下来的时候，我觉得在做每一件事情的时候，就想到说有一个人在默默的一直很支持你，我觉得就算没有任何人支持，有你支持就够了。谢谢你，我爱你。哇！抱一下，抱一下。而且今天这个日子很特别，很特别。你有准备东西要给老婆，对不对？今天是什么特别的日子？其实今天来录影的时候，我很挣扎，因为我想要推掉，因为基本上哪个朋友给赏夜啦，对，就真的是今天，哇哦，就真的是，所以就会给朋友。对，所以我今天要准备一个喜上加喜这样子。礼物哦，对，有什么礼物要送？有什么礼物要送过来呢？哇哦。房地契，我的妈，是薄薄的一张纸哎！哇，你是已经跟张登明订了一户房子，哇！
歌你也点好再出来啊。哎，还有一次，我们现在才点火。生日快乐，祝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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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生日快乐。他们的一对好出来了。老婆，你看，来也摸耶，你也想到，摸胸豆黑毛，你想到嘛？你想到呀？因为他很气，就是为什么我生日这天还没有对，然后还没有帮他还没有跟他吃蛋糕，这样。真的哦，蛋糕来了，蛋糕来了。你要习惯啊！哎，他跟你求婚的时候就在白板上这样写了，你想想看，但这个还今日注意事项。对，我原本昨天晚上要庆生，可是我们又很忙，所以还好还有今天这个机会。对啊，对啊。太极卡同冲上一狗，黑毛，你先来许愿一下，好，对不对？来，你自己的心愿。来，希望大家都平安健康。谢谢。对。还有呢？还有希望大家都可以发大财。实际。像张灯谜一样这么有才的，地产大亨。地产大亨。第3个愿望留给自己。好，可以吹蜡烛。生日快乐！生日快乐！我说妈咪我爱你，我爱你，好，妈咪我爱你。好棒！对啊，非常谢谢我们的制作单位，还有卢哥跟吉娜哈，还有现场所有的大家，什么感觉？没有，自己也很努力，对，有这么好的老婆。这个蛋糕切开里面有东西吗？你说钞票这样？对啊，没有啊，没有钞票机之类的，有黄金，自己寻宝。生日快乐啦！生日快乐，谢谢，生日快乐！等一下，你们再带着一起去吃大餐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谢谢。再帮你补过生日。那个蛋糕我们就切了大家吃。对，好不好？谢谢。好，谢谢你们，谢谢李生，谢谢大家，谢谢，来回个休息，来。那是谁哈？好了，你推下去啊！这是等一下让那个寿星来切给大家。好，哎呦，今晡日母亲节啊，母亲节咧特别揭发。前面有談到按到特別來賓去分享佢嘅媽媽嘅故事，還有看到安尼同歡樂嘅同溫暖嘅，夫妻檔嘅，對，什麼大家？當然真係快樂！喺母親節當中，希望真係按台灣嗬，真係都無災無難啦嗬，係啊，大家都非常的平安健康順心啦嗬。哎呀，希望安尼所有現場嘅來賓，大家全部都快快樂樂，當然就同樣安尼平平安安、快快樂樂啦，看睇今晡日也就單元嘅節目內容，大家一聽嘅感受到做媽媽嘅辛苦。人講百善孝為先，不管用版型，孝順也愛係做唔子女最基本嘅事情。稍後來先休息一下，向下來欣賞精彩嘅鬧熱音樂會哦。大概都会期待我拜就让他的双天岛。不过因为我比较挑嘴啦，而且我吃东西很单一。你好幸福。对，我吃东西很单一，我不会想东想西。不是我给上次我很喜欢吃荷包蛋，而且是要半熟荷包蛋。哎呦，那个有点难。这是懂幸福。对呀。有暗香的妈妈。哎呀。对呀。鲜粥翻饱呢。哎，不要讲九笋粥啊。没有，鲜松，因为其实给它做好，因为要变动是动温暖的变动，你知道吗？當然啦，因為本來記啲啲當豬頭就會鬆到牙樹康，你還要走路到教室啊，教室坐下來打開，然後插下去那個蛋黃還要流出來，對，那個很難裝，而且還有固定的醬油。那位某空那偷油，你是某空哦，这个是要那，而且我还记得那个厂牌的酱油，千金小姐那种家财万贯的张宇拍马的，哇，对啊。闹热
音乐会哇，今日不得了啊！安尼节目当中啊，来一位法莲之光，法莲之光，可爱立正坐好。哎，真的，今日佢对啊，呢客家文化，啲法莲真的非常用心的推广。全部都系哦。其实法莲哦，发动体系哦，深耕青多年呢。唔但讲深耕给正经哦，就是沉浸式教学，高后尾就是教学无数啊。我觉得他收下个。各位嘅朋友啊，叫做出钱出力的，其实属于那种人，所以按现在堂佢出新歌啊，先堂嘅每一个转型咯，新歌以后呢，按照嚟好好访问佢啊，来欢迎一位阿妹齐思薇，雨水一直都无停，始终分分秒秒散漫地飞。作东边的小男嘅牛咖啡，规个兄弟看就层层困睡。搭三年嘅流年挖来挖去，心如发又有讲到。天公后石头装扮作枪里，大义精神好好用心公益。嘿哟，也就嘿天下嘅义，天头接接爱巴肚嘅两样情。嘿哟，西洋大厦无一天嘿欢喜。发了满天美，爱样般相信。隔三年的心情变来变去，心拄发又讲到倒去。天公后石头装扮作奖励，大义精神好好用心过年。接爱巴肚嘅两样情，嘿哟，西洋大厦无一天嘿欢喜，发了满天美，爱样般相信，嘿哟，也就嘿认真嘅你，面对所有挑战就将你流水，嘿哟，飞在头摆人生嘅高谷地。嘅未来手指甲做决定，攀山过岭的艰苦，拼出开的起。我来给你一半淑女一半。我按到，哎呦，你看那载歌载舞啊，哎呀，绑很久了，真的哈，不用回来嘞，整个转系出来嘞，恭喜又出现了转系了，偏懂因为我很多偏懂的转系。有叫伊才指出来咧。跟伊个讲到，迄我细时间啦，我国中的时间，我因为联考嘛，考试，然后哥哥因为差一些听，其实我其实升学压力很重。对爸爸妈妈来讲，啊，你用个小学啊，爱当圈嘛，当圈，应该讲当圈，加到个时间，我做个时间，就会大摆做 video 也用个小学考试的问题。啊，毋过个上司啊，就会
学校不是都是蒸便当吗？对啊，早晨带便炊飯堡嘛，帶去學校。還有什麼投射便當？聽一節下課的時間就是可以啊。誰願意去抬便當的？我老師我。你那是配啥便當嗎？然後就在半路就開。對啊，看哪一個比較好吃。看哪一個比較好吃。因為炊便當沒有那麼新鮮，然後有時可能一種米。他媽媽處女座，有時候很要求啊，說你食起來無馬好食。有時候講啊，兩個生日啊，要考試吼，比較就食較齊的東西，吃比較新鮮的東西。然後媽個當初愛去送便當好。當初送便當，因為係都啲嘅太服裝嘅裝度好嘛，裝條。記得其實。我家離學校冇幾遠，啊唔過行路冇咩要行一步。其實我特別都去咧，我都擺就讓喺度送便當。啊唔過因為我比較挑嘴啦，而且我吃東西很單一。哇，你好幸福啊！對我吃東西很單一，我不會想東想西。嗰時候給上司，我很喜歡吃荷包蛋，而且是要半熟荷包蛋。哎呦，那個有點難。難度是在時間的掌控，不熟你會丟掉是嗎？不是，我會覺得吃到我媽媽就已經送來了，所以有時候，而且他小時候就很古摸的，沒有，就是喜歡的那個口味，我會一而再，再而三，一直在。你知道我如果喜歡吃滷肉飯，你叫我吃10天，我還是吃哦。哎呦，很專一，不會膩啊？不會，我就只吃那個，對，就只吃那個，其他的都不要。唐一人先這懂很瘋呢。有暗香的媽媽，對啊，鮮粥翻飽呢，唔要講九順粥啊，沒有鮮鬆，因為其實佢做好，因為有得便當係當溫暖的便當，就係。當然啦，因為溫暖嘅啲地方，啲當豬頭就會送到雅樹巷，你還要走路到教室啊，教室坐下來打開，然後插下去那個。蛋黃還要流出來，那個很難抓哎，而且還有固定的醬油，那個冇共用的調油，米西冇共用。哦，這個是要那種，而且我還記得那個廠牌的醬油，千金小姐那種家財萬貫的醬油拍法，哇！對啊，而且我就只有那個味道，就剛剛吃中眼懵啊講啊你。什麼都不要嗎？是，我就只要荷包蛋加醬油，然後它要蓋一層白飯 ，V 都要保溫那個荷包蛋，所以它上面蓋一層白飯。所以給拿來的時間，給帶了過來，蛋黃會拍下來，就是白飯而已。可是你要挖到底下，就一炸亂哦，就一個，什麼我都不要，我就只要。哎呦，會不會你媽的這個才藝只會煎蛋而已？啊，不會啦，哥哥又是另外一種。對，但不會，係啊，不過其實會當。啊，吃到一種用心啦！我覺得我媽媽，我稱我媽媽就是一個家庭藝術師啦。其實我覺得你裡面有一些字，我看起來很有感覺。就便當其實它是一種平凡不過的餐食選擇，但無論是為了誰，要如何在有限的盆和空間裡面調配出令人垂涎的菜色，除了用心與體會之外，好像也沒有別的招數了。對啊，超啊！因為給按你準時送到，有時是給他掌握那個火候。他如果稍微一閃神，可能亂網就熟退了。那熟退了，他就要送到我手上，那個蛋黃就不可能會有我剛剛講那個情形。你媽媽真係懂後呢，我媽媽都是有熟就好。不，我要吃的是半熟蛋，我喜歡吃半熟蛋。清很否？我以前一個同學真的也是這樣子，就他媽媽就想麻煩，就是飯，然後就煎個荷包蛋，然後飯。啊媽，每天都煎這個吃這種煎蛋這樣子，不要，可不可以換個口味？然後哦，真的，第2天換口味，他只是滷蛋給他，沒有，他只是把飯攪一攪，然後變蛋炒飯，就會亂了，蛋的100種形態這樣子。哎呀，因為我媽媽算她是一個美髮師，還沒結婚的時候，她是很漂亮的美髮師。哦，那家裡環境應該算不差了。也還好啦，說實在，算小康啦。媽媽本身就美髮師，爸爸是擦。可是我媽媽很奇怪，她應該算是很有天分的，知道我有傳承到。他的所謂的一點點天分，那天分類別可能不一樣。給他們哥很厲害，他很會做裁縫，然後也很會做美髮。那這個美髮當然是他的專業，給他個專業。美感很好。嘿，你像個
露起，像罗妈妈，如果她早期，她不是会 set 到包包头吗？她现在也会 set 到，不是早期。就是很多富人家会总一个 set 到啊，弄一个包包头，好多人好喜欢指定她来做，来给总头底包，只要几乎要指定她。绑那个慈济那种包包头。对，她很厉害，她会弄得很漂亮，然后很细致，然后都富人家都爱请佢去做呀，懂用心的做了，用心。啊，佢做给梁山夫的工作啊，里面嘿，因为他做的不是大人衣服，做的是洋娃娃的衣服。你像芭比娃娃，唔係都細細嘛，加個衫褲啊，一兩誒。可能佢做，因為那時候家庭及工廠的關係，所以佢做嘅東西可能就做繡嘅添。就做袖子，可是袖子会有皱褶啊，那个皱褶要做到中央平台不容易耶。给上次给哒，反正我们的准，对，就要有对，你看那个腰部的皱褶，它都做的每一个都一样。哎呦，做到给头家讲，因为公司差佢要当辛苦啦，有上次開佢就會講我冇去做嘅啦，頭家唔肯幫我記，唔忙啦，拜託啦。技術挺好嘅，係技術挺好。用心還是。亞洲專心咩有媽媽嘅故事，弟弟會讀。錯，因為當到因為談到唱歌嘅書嗰位頭前邊嘅 Vespa 上面，就係他我媽媽以前的代步工具。我同松偏懂，松偏懂哎，所以你还把那个摩托车的声音留下了？没有，很可惜，我去找一些其他的声音来做替代，因为他其实给一生中，他骑过2台 Vespa， 结果前幾日啊轉去，然後伊講到一件事情，我講你嘅當時迄老嘅 Vespa 留下來，你點解要台差幾多錢嘛？我講我買200個元添。差不多是開膛古蝦的那個價錢。對啊，他說我賣200塊，我說哦，你現在哦，他就當初其實香港佢冇騎嘅啊，其實讓啊便宜買台機，萬一台機較好騎嘅差。哎，講真的，講到年紀啊，我們也是算50天命了，知天命之年了，這麼久的時間呢，講真，從細到大哈，有冇個對人生的改變有冇個感想？我覺得，因為大商業如果我結婚要走啦，可是我覺得這也是一種幸福感，因為生活就太點講我也做得中，去家想去做的事情。年輕媽媽，這可以這樣，應該是很有味道的那個，跟媽媽啊，對啊，50歲很多報紙都還能用，挺厲害啊，厲害啊！因為做起家喜歡的事情就唔會老，還有辦法的，衝挑。你專細漢自家做這種嘢，這種嘢一擺自家想要自家做，因為頭前啊有線上教藝，因為線上做羅文醫嘛，教藝樣板做簡單冇簡單。後來我就想講，其實自家要做一種台嘅好樂歌嘅專輯，我就講。你太忙了，你先不要管我，我想辦法。我說你之前你頭擺搞我也好，我就試試看可不可以自己這樣一步一步來。所以我就按你頭前，按你老幾慢慢的分享佢搞我樣板做，我就一步一步來。做到後來有上時可能會請樂手，就是樂手。我想哎，我找一個什麼什麼人，我想好。就我又把洪恩找來，我說洪恩可不可以拜託你幫我找誰這樣？哦，沒問題，因為我啲講佢歌曲地波彈到一首歌曲嘅時間，彈到一個吉他手彈東西，我好喜歡那個氛圍，我就講啊，做得請佢拜託佢讓佢彈嘛。洪恩是江洪恩還是王洪恩？王洪恩，江洪恩還跨界啊！王洪恩，所以佢啷嚟寫嘅吉他手啷嚟彈一首歌曲，嘿，咁嗰幾首歌曲係當即個嘗試的一首。台語歌啊，好樂歌哎，自己嘗試的。對的，因為台灣講真係彈好樂歌嘅朋友當多，比客家人行得多啊。其他語言嘅歌呀，對呀，他其他都是創作嘛。所以沒有照顧到其他族群嘅朋友啊。錯啊，因為我而家教嘅學生喺當到唔係客家人，唱客家歌，所以有上時我可能我去研究樣辦去教一啲學生嚟唱客家歌，所以會花當到時間。不過家到尾學到
快乐啊。想讲安尼也算是一种回馈，也算是一种回馈，本家就无同样的氛围啊。请给王洪恩来助拳啊，搞的保普嘛，伊看到保普的清理好一个五素还有果素，肯定是会冲过。所以医师一跟他的糖的医师一样，他带了一条胡萝卜。没。先冲下个狗的嘛，他既然做的伊转系底部度里，他串流平台当红呀个转系做的支持一下，底部度就全部糖胡萝卜果苗的嘛个。放风吹，放风吹，哦，放风筝的意思嘛，吼，的意思。不过要做置业位，因为要做国口有讲到三推是无共样的国土啦，将来看到我自家妈妈，还有我嘅细路诶，还有咱我爱自家，所以我三推无共样。你今日带了一条胡萝卜。希望做得啦，啊，不过唔伫时间的关系。哦，做两时啦。那个什么？全部本冲手。哎呀，安尼客家乡亲，咩讲当好糖胡萝卜的啊？系啊，做得啦，做得好啊，好啊。你今日先带了一条。吃中人。哎呀，今日先带了一条。哪一条？亚述国口很多高粱米语。高粱米语。哎呀，人生就安尼。系，也本切噶算是一个。据点啊，就是给自己本身个上一卡样板高奖米。快乐也是一天，对不对？错，难过也是一天。唔管迄样板就过好一家，真的，好，跳下来趟来跳高，高奖米送给大家咯，每一年，好不好？好了，先问大家。这张专辑里面有妈妈对啊，妈妈的相片在光碟上，对。你妈妈以前这样买便当给你吃，这样对你那么好，你把她相片放那么小。有啦，还有别的。这个不对，是这个。下面如果有荷包蛋，那一面下面不见了。歌本歌本啊，是不是你做的？是我做的。对，在歌本里面有荷包蛋，有一个荷包蛋。
这世界考验所有难题。爱呀爱，去踏上人的权利，到彼春来，快乐高涨。 真的，这条歌真过奖，真嘅吼，真嘅吼，就唱用用，对，冲亮的冲亮，哎呦，超视频欣赏啊，真的，他好有实践力哦，今天来评审，好吗？应该，哎，头讲讲，因为马上就会变来呢节目当中，他个参赛嘅歌曲，很有气氛的歌曲，哦哟，安子说，咩希望大家做在传唱啦，亚述歌曲，因为喺爱看所以铺天样子，天样，像嘅感觉，其实爱当好看天样，你像爱头摆嘅歌曲地位啊，像强威。法呀，全部喺看说天样子，喺手下。有感想就下好看呢。冇有上司可能，伊唱头摆，较闲的事情。然后有上司可能坐到嘅堂下，可能就天师就应看。准到就看呢。有上司我可能冇乜爱讲翻啊，就会一直看天样。可能跪下主嘅，可能做得看两部天样，差唔多。我认识一个老人家哈，佢样是个 MOD 啊。哦 MOD 佢是出来嘅时间。有青龙爱过对啊，佢做舞台做第一台嘛。第一台佢从放起来开始就看到暗部头水幕。那厉害哦。啊。有在，一堂上应该有看，只有看，可能看有水睇啊，啊天放起来又看，全部看睇嚟以后，由他从头看一摆啊。真嘅，古时候你看那个部天样，不会下了条歌嘅，系哪一部？也係李李仁所拍嘅一部天样，叫《迷失安迪》啦。迷失安迪。对，啊，因为嗰地部主角嘅李李仁，佢主要係他是一个爸爸了。结婚诶，不过佢喺心肝度心灵里面，其实他住着另外一个性别的人。哦，对啊，所以佢最后他也是他雌雄同体还是？不是，他可能就是他可能生理男心理女，对，生理男心理女啊，所以其实可能他觉得他不想要违背他的心理，所以呢 ，Hell Roy 就开始着女装。哦，不过因为这样的动作，可能贾盖夫卡也不接受，所以会沟通痛苦。他几乎算是被他老婆遗弃，然后被他小孩就是不喜欢，不要跟他住在一起，就排斥。古时候其实很当古时的丁我不会带，不过他是一个很善良的人。古时候佢感觉到那边有温暖的世界，佢会很大方的分享他的爱。譬如讲，佢看到兩隻野外冇錢用，佢就會幫佢錢用，然後佢強下生活，佢會照顧撇曬。不過親密，佢得到嘅結局係，就是大家還是都離開他。所以有上來看到亞嘅問題，其實再回想一些東東，那我們那時候稱為所謂的跨性別，還有亞喺沙比嘅現象，其實對性別這件事，議題看冇，就是有多種不一樣的解釋。但是現在大家接受度很高啦。錯啊，所以按過呢有上是可能沙皮底波還有不同的聲音，可能會比較激進。所以我們希望講，其實我們亞嘅世界啊，全球有這麼多人在住，太感。都是一個個體，其實他怎麼生活，只要大家能夠互相彼此尊重，其實互不影響，對，那互不影響。其實我們也給他多一點空間，然後對於那個性別部分呢，跨性別也好，還講我們就是一般就是這樣的生活方式。其實也不用急着定義嘛，不要急着去定義。有上司可能他就對他可能就是一個在某一方面，他是一個很有天分的人。他們公開知道要在世界裡面不能把他這件事情遺棄。或者把它視而不見，我覺得是這樣。我知道會按用，故說唔管佢係用版型，我知道他用什麼樣的
装扮来去做他自己。所以我认为底部去讲到喜情加一个青春少年，意思是讲他从小可能被绑住了，希望讲他真的去反思他自己，他不能做他自己，那何其痛苦！不如你做你自己，你自动养给灵魂很用版型，你就照你的灵魂去做。所以希望他快乐每一天。对，我希望他快乐每一天，所以我认为下歌讲迷。嘿，你这样。哎呦，好美的一首歌。对呀，故事情感通。真的，对。而且这张专辑里面有妈妈的相片哦，妈妈对啊，妈妈的相片在光碟上，你真的，哎，你妈妈以前这样买便当给你吃，这样对你那么好，对，你把她相片放那么小。有啦，还有别的，但是因为要白我们在设计的时候，因为要放很多跟感觉好像偏懂，好像应该有一点食物，所以呢就会有很多的食物的插画。对，这个哎不对，是这个要面就会有荷包蛋，那一面哎呀面哎。不见了，歌本哦，歌本呐，是不是你做啦？是我做，对，在歌本里面有荷包蛋，有一个熟蛋，半熟蛋，对，从我想奇怪又唔见的。哎，佢正经对客家歌，尤其係發動啲期哦。哎，真的，你真的是不遺餘力耶。你都花蓮的骨髓寫校歌哎，也係講到校歌係因為去年那個前年2023年的時間。剛好哈維飛推動一個校園新客家運動，新客家歌運動，所以號召了要到客家歌數上來下客家校歌，所以嗰陣時出現應該出產了13首嘅客家歌，客家校歌，每一個老師都有幫學校寫，不過唯獨比較就是也覺得蠻榮耀的啦，就係中亞亞書係花蓮東部，就是東部就只出這一首，就亞書歌曲我對夢想發崩。不過嘅夢想發崩嗰陣時下時間，其實我其實已經有一個底稿，不過我一直沒有統整，因為我對亞洲學校不是那麼的熟悉。我底下鳳林是一個很知名的客家莊，不過。他這個鳳林國小，他也是個百年建校，可是俺鳳林那邊都校長，對，俺又唔係亞洲學校嘅學生嘅邊啊咪，佢說我想講，我樣板下咗要學生嘅這個學校的精神，所以俺嗰陣時我就想到一個人，我就想到對客家電視台的長官啊，我們有一位饒瑞君就鳳林國小畢業的啦，然後他也幫文玉寫歌，也幫那個湯哥寫歌什麼的，很多夏青島歌詞啊，你像你那個。記唔出嘅事，反嘅歌詞，所以求救他。我就問，就幫佢講做對人係聽書嘛。好，義不容辭，自己母校嘛，然後義不容辭，就下之後就產生這首歌。哦，叫我合作嚟做兩條歌就做了。你講真咧，特條歌誒，因為情有故事。我一種哦，真的就一張比一張更精緻、動人、更好、更棒的。對啊。這次算是有學到一點東西，就是文藝人來交代講，樣辦下個位唔怕，唔過唔係做專輯嘅話，一定會本時加上，樣辦實聽下嘅主題，將落去鋪陳，因為樣係真係要談落去。所以應該有8條歌，應該今日嘅節目青島就做咗3條，因為時間的關係嘛。對啊，下禮拜佢有機會接過來。好吧，同其他歌再充滿他個湯啊！好啊，好啊，好啊！不過還有時間，都得充一條。對啊，還有，再帶了一條，再帶了一條，哪一條？亞述歌曲係提起書嘅迷信。迷信係乜個意思 ？MISHIN。也係彩虹車。哦，真車，應該都講真車啦。哦。喺日本的發音係迷信啊！迷信做很多彩虹車啦，哦，原來有意思，羅賴吧，抄，啱嗰日就講係迷信。我說也下媽媽，夏媽媽的故事，也偏動也個專題，也個主題就係用亞述歌曲來簽出來嘅，所以大家一起簽嘅8首歌，那首歌係偏動，某一首係偏動就可以音，一堂都保清楚東西。一堂提起書就底部有一個便當，這樣。先來談兩條歌誒，等下將來繼續大聊這張專輯。好啊，各位。迷信七七叉叉，從早塔到暗，3米2米2，2個位一數一數湯。無限叱咤嘅成法，
手来做，想要伺候家己拼。Whisper， 步步滚向前行，带电会流水，爱加煎软包便当。夜黑大，日当主加电开，顺电演戏加保养，心肝有壮念，少男加甘蔗。阿妹哎呦，我的妈，胸片度给笑容，美丽又大方。阿妹哎呦，我的妈，亮眼帅气的气垫痴行家，迷信七七叉叉，创作差不多暗，衫一两一两，乱过位艺术艺术堂，小。给柴米油盐酱醋茶，台面四至三行中人标注和饭菜定流转木卡。阿妹哎呦，我的妈，胸片度的笑容，美丽又大方。阿妹哎呦。帅气的气垫四行家，阿妹哎呦，我的妈，将你那个姑娘好彩吧。阿妹哎呦，我的妈，祝你长得武装传来我路上。阿妹哎呦，我的妈，脚踏迷信走动。模样，阿妹哎呦，我的妈，命给松树手爱鸟，艺术的总结家。唔记得那时，无过通到迷信的七彩伞，将你那个姑娘规头拍。祝贺饭菜，啲汤下动木晒爱，电台面细子，转木卡，转木卡。转到不卡了呢，有钱啊，对啊，这么摇滚 country 给我感觉，对啊，有一种神奇，真的真特别冇用，真的真的冇用，铺陈的感觉冇用，对，就比较有讲话的，整个音乐性，整个感觉完全不一样，这才的风格是我很喜欢的一种比较 country song 的方式啊，所以我知道我自己想要表开自己，可能做起运动，因为我嘅生活的环境也好，也係年代也好，有动到会就是社会形态转变交接的时代，可能偏发嘅时代，因为可能提防女性的概念比较传统，因为有懂现代，所以在这交错，现代刚好就是对，刚好在交接，故所以为东西一直在这里。矛盾，我一直想，我班长喺做到我自己想要做嘅事情，才是正确的。对，我为自己，有陣時講唔係哦，我應該為家庭哦。好，我為家庭，唔過就冇顧到自己啦。係啊，我佢身體，艱苦到自己，你咁好，咁好。所以身體用吧。身體有就對啊，你像連續好幾次，對啊，免疫力失調啊，長腫瘤啊，什麼都有都來啊，所以你像什么骨刺啊，什么都来啊，所以这个年纪真的就是5年一个骤降，骤降，骤降。对，你头发堆起感冒后，体风里还会全部让你身体变成你身体在跟你抗议。所以我就希望讲，这个是不是再重新调整一下？我这个提讲。
你熬夜不行哦，你饭不吃不行哦，做头路给时间的，有想时可能因为我做事情是这样，我中午早上7点做，我中午是不吃饭都可以的。你可以废寝忘食。那如果没有老公顾着，我是真的可以不吃饭。没有真的哦，他都要提醒我吃饭这件事情，而且要把我叫下去。俺们第6档，工作室在楼上，俺们第6档做 C 就藏在里面，好几个小时不出来，然后他都要叫我下去帮忙他弄菜，因为这样我才会下去。他如果等我吃饭，吃完饭我如果不去洗碗，还某一洗碗，我又上去了。所以他都会要求我下来帮忙，然后我就会下来走动。他让你暂时离开你的工作环境，走，然后离开，然后帮他给走，然后里面怎么样的也不知道。也是，有时候我耳机一戴，我根本不会管外面什么事啊。所以有时候可能就是会废寝忘食。他好了解你哦。那你现在身为妈妈了，对不对？你也帮妈妈制作了这一张专辑。3代女性，女儿，你自己的角色和妈妈。对妈妈的角色，下俩种转戏偏动出来，操。妈妈也有啲 content 嘛？其實喺電藝見邊係有嘛嘅節目嘅發叫做會講，媽媽講嘅，媽貼片啲。送兩個按台登錄。對。講實在，媽媽其實對我嚟講影響動態哈，就係媽媽謝謝你讓我學音樂，雖然講嘅上司可能無卡當。情感苦的時間，不過呢，為到我嘅理想，為到我親喜歡的事情，不惜成本的哈，就是到處借錢，只是為了讓我學音樂，這個部分真的很感動。沒係因為按呢，你可能犧牲了你自己的喜歡，然後去成就了孩子。希望講今邊做一種專輯，送本希望唔好喜歡，安子說。專輯媽媽彈過了嗎？还不敢给他听，为什么不敢？妈帮的专辑，我妈妈其实就是近情情怯啊，有赏识，近乡情怯，近乡情怯，近情也会情怯啊，有赏识。面对去给他亲就很熟的亲人或者是反而不好意思给他听，对我反而会变得不知道怎么。不过我应该会是很勇敢的。对啊，有回家，可是还是不敢拿出来。哦，两播出的时间，应该妈妈就谈到这么好的专辑，要赶快先让他先。没有，我想要让他看闹热打擂台。哦，好了，闹热打擂台，都是妈妈看住糖的都给唱。对啊，张人妈咪讲唔爱还忙糖豆，配啥就嫌糖豆了。对啊，哦，安尼徐世辉老师出新专辑，新的专辑，偏动，他已经支持后堂的专辑，好吧，他个真的厚厚的支持啊，哦，实体每周在串流平台上面都有，实体最好，实体最好。哎，假使好创国朋友们，看我加个报名，好吧？打电话落去人叫6667人6人，但他这个打电话每周是冲其实非常的辛苦诶。好起了，好起了，谢谢，什么太感。今天非常多谢所有观众朋友收看，什么太感，多谢，其实非常谢谢，谢谢专辑偏动的发行，恭喜，小江老师和最欣赏，辛苦了，谢谢。是某天创作上面辛苦嘞，新的专辑偏动哦，实体专辑线上串流平台俩都属堂的哦。下礼拜嘛唔记得哈，一定要准时收看呢。老年大擂台，老年中下来。